因為你上一次咧大概2-3年前入啦，咁其實咧啲線咧就已經溶晒㗎啦，但係佢會刺激長一啲骨膠原嘅。咁嗰啲骨膠原咧留喺個皮膚度有啲鞏固嘅，所以會有個永久嘅效果嘅。所以雖則你啲線完全分解晒，但係你個鼻咧其實比你2-3年前咧都依然係高咗好多嘅。咁所以今日 even 我打入咗8條，但係其實個效果咧已經好過你當年咧入10幾條嘅效果㗎啦。咁你如果想再高啲的話咧，我可以再同你再入，咁你個鼻咪可以再高啲咯。好。